最近欧洲的南部，阁有非洲西北部、西班牙几啊个省哦，天气是拢非常的热热。气象单位嘛发布高温红色的警报，一寡所在将出现44度的高温哦。另外，意大利的气象单位嘛预报，罗马嘛有可能出现50度的极端高温。伫路行的人，每人手一罐矿泉水，用开钱热风的手嘛拢无停。路边摊保护品项矿泉水占上济。西班牙为这礼拜一开始经历今年第二阵火烧风，有34个省进入警戒，几落个省阁发布高温红色警报。不少所在12个气温也冲破摄氏44度，呼吁我工作人面临艰难的挑战。Nosotros no podemos protegernos con nada, simplemente beber mucho líquido, agua, Coca-Cola, mojarnos la cabeza para no deshidratarnos. 西班牙今年已经有2个人因为着山死亡，拢是伫做户外相关工作。西班牙气象局建议民众避免户外活动，佮提醒老大人甲囡仔预防着山。民众先把水装伫煲仔内，再滴伫头顶较凉。意大利同款面临极端的受风，10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。意大利气象学会甚至以但丁新克地壳片当中守护地壳之门3只头的怪物地壳犬来为这个火烧风护命。这边地壳火烧风包括罗马加佛罗伦斯，气温拢冲到摄氏48度边。Ma noi siamo in visita, per cui domani ritorniamo. Noi siamo verso Trieste, fa caldo ma un po' più mite. Qui il sole festa, infatti io mi sono scottato. 因为欧洲敢若较无一成家庭有装空调，互老大人甲囡仔面临高风险。根据研究报告指出，去年欧洲有超过6万人因为火烧风死亡，意大利的死亡率上悬，差不多造成18000人死亡。若是欧洲议会12针对一项自然保育法进行表决，以法律的约束力来保护甲开发欧盟的自然环境。不少议员拍拖庆祝。因为表决结果以336票赞成、300票反对、13票弃权通过。下来议会要对法案最后的版本进行谈判，目标是伫2024年改选前达成协议。环保团体讲，这是过去30年来欧盟头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立法。这个法案会要求各国采取措施，到2030年前恢复1/5的陆地甲海洋的自然环境。公司新闻，陈伟仁编译。